司法官学院逼出性骚扰的风波，有2个查甫学员的少年耍风指控讲，伫咧课堂上或者是伫外口聚会时阵，拢会故意和查甫学员有身体接触。虽然目前也无被害学员来申诉，不过这司法官学院经过内部调查了后，甲这2个人的品德学习成绩呢拍无及格。校手会再经过着相关的庭事审议甲核定，上严重可能会互因来改退训登记。甲司法高层作为翕相开业典礼开始，司法官学院今年8月底迎接第64期学员，受训才过几个月，即马煞有准司法官牵涉到性骚扰。就是有发现有一些行为不当的部分，我们认为是不太好的行为啦，所以我们开完会之后，我们认为就是评定他学士品的成绩不及格嘛。2个查甫学员有性骚扰风波，少年耍龙指控为课堂到出外用餐，对真济的女学员故意身体接触，好亲像趁酒意，甲人换惊价。经过内部调查，司法官学院评定2个人品德学习无及格，庭后司法官训练委员会审议，也甲部分会核定，相当可能会面临退训处分。不过被害的学员到即马拢无提出申诉。他是不是有一个很友善的氛围，可以让申诉人或是被害人，他是敢于去反映说他们面对的不友善的情况，这个是司法文学院也可能要非常注意的事情。以前嘛发生一个姓韩的学员，酒后嘛警察成绩互人评定无及格，主动申请离婚。出代志的准司法官是成为法官甲检察官最后的一里路，品德操守拢互人特别注意，因为行为无准则好，正好的前途拢乌有去。司法官学院是分发前最后一个防线，最好管控，才当避免出现真恶质的司法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